弟兄妹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8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、23节到26节、45节 B。出埃及第3章16节到22节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理之战。摩西伫米甸的旷野的山顶，互上帝来呼召，就是要受到差遣，转去到伫埃及，为着这个做奴隶以色列人来征战，带领因出埃及。对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上帝甲另外一个代表偶像崇拜的邪恶势力来征战，是真理之战吼。若像咱看到后壁迄个10个灾难，咱就会当非常清楚知，迄是一个巫术权柄甲上帝权能中间的战争。伫基督的信仰生活来讲，咱经常爱面对安尼的真理之战。出埃及记第3章16节到22节，伫上帝对摩西呼召中间已经有预言。上帝最后需要用非常强烈的手段，才会当互法老王来屈服，放因来离开。圣经来讲，你去调集以色列人的长老，甲因讲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对我显现，讲：我实在眷顾恁，恁伫埃及拄着的事，我拢有伫关心。我一定要救恁脱出埃及受的苦，带恁去迦南地、迄阿摩利、比利洗、以为亚布斯遐的族徛起的所在，就是流年甲蜜的地。以色列人会听你的话，你甲因的长老就去见埃及王，甲伊讲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有对阮显现。但请允准阮行3日的路程，去旷野对上主阮的上帝献祭。我知，若无用强烈的手段，埃及王袂互恁离开。我要出手，行奇事攻击埃及，安尼伊才会放恁离开。我要互埃及人好款待这个人民，袂互因空手来离开。恁逐个妇人人要对厝边以及架骹伫遐的妇人人讨金器、银器甲衣服，通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用。恁安尼就甲埃及人的财物抢来。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到12节，提到着迄个甲上帝军队者征战的，是一个神秘不法的势力。但是呢，基督徒所信靠的耶稣基督，将会为着基督徒来征战。经文记载讲，因为迄个神秘不法的势力已经在运作，不过着听候在牵制伊的势力散开，迄时才会发生。迄时不法者出现，主耶稣会用对伊的喙吐出来的气，甲伊杀死；用伊来临的时显现的阳光，甲伊消灭。不法者来临的时，会用撒旦逐款的权能行假神业甲奇事，佮对灭亡的人行逐款邪恶的骗术，因为因拒绝去爱会互因得救的真理。为了安尼，上帝互因产生强烈的错觉，去相信虚假，直到一切毋信真理以外不义的人拢受定罪。所以，伫主祷文的祈祷的中间，耶稣基督就教导军队者爱安尼来祈祷，讲无互阮入地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基督徒咧面对邪恶的势力，只有会当来倚靠上帝真理的权柄来赢过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、23节到26节、45节 B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
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。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是追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的新约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以色列嘛来到伫埃及，雅各出外伫咸的地。上主予伊的子民生团真济，予因比对敌更较强。伊改变对敌的心，予因怨恨伊的子民，用诡诈的计谋对待伊的仆人。伊找伊的仆人摩西，甲伊所竞选的亚伦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圣神的开力甲阮同在，帮助阮来抵抗所有的试探、诱惑以及攻击，互阮会通倚靠上帝的权柄来赢过一切恶势力，互阮无进入伫试探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